保護加拿大近90%對美國出口免受關稅影響嘅加美墨協定，原定7月1號由3國續簽，令到協定再延長多16年嘅。但係美國已經係正式宣布拒絕續簽啦，意味住每年都要檢討，直至到2036年。到底喺而家嘅情況之下，除咗令到經濟投資前景唔明朗之外，對加拿大仲有啲咩其他嘅影響呢？咁點解消息對投資市場似乎影響唔係太大？而家國又應該點樣去應對呢？今日好高興請到時事評論員江大衛同我哋傾下㗎。係啊，歡迎你，江 Sir 你好。李立本，大家好。唔該晒你嘅時間先。嗱，美國拒絕續簽呢個即係加美墨協定 CUSMA 咧，其實係咪都係大家意料中事呢？而目前即係而家嘅情況就每年都要檢討，又意味住啲咩呢？係嗱，本來咧貿易協定咧就係一個唔係一個零和遊戲嚟㗎，係一個雙贏或者多贏嘅遊戲嚟㗎。咁但係喺特朗普嘅角度嚟講咧，佢就要贏晒㗎。咁所以咧，從佢咁講咧，佢就覺得而家嘅協定嚟講咧，就係佢覺得對美國係不利，或者令美國更加偉大咧，係拖慢咗佢。咁所以咧，佢就唔肯簽。咁唔肯簽咧，就每年就要評估嘅。咁當然咧，如果評估成功咧，咁啊即刻即係續期㗎咯。但係如果唔評估唔成功咧，連續10年都評估唔成功咧，就壽終正寢啦，以後都唔使傾啦。咁當然啦，我諗而家主要嘅問題咧，就係美國就想喺呢個協議簽署之前咧，攞到最大嘅好處。咁但係點解呢一次對加拿大嚟講，或者墨西哥都有咁嘅睇法，就話如果與其係一個壞嘅協議，不如冇協議，每年同你傾落去咯。即係起碼保持住而家呢個情況先嚇，即係唔希望草率簽一份對自己即係冇利嘅一個協議嚇。咁其實即係我哋睇翻啦，而家就每年檢討，當然對即係我哋話即係商界投資前景又唔穩定啊、唔明朗啦。其實對加拿大呢個情況嚟講，有冇啲其他嘅好處或者其他嘅壞處咧？係對於長遠嘅投資，譬如工廠啊、機器啊呢啲大型嘅投資咧。事實上嚟講，當前景唔明朗、唔穩定嗰時候咧，大家係唔敢投資嘅。但係咧，就與其係一個壞嘅協議，咁不如咧就拖幾年，因為點解咧？大家都會覺得幾個月之後，4個月之後咧，美國就會有中期嘅選舉啦。2年之後咧，美國就總統大選啦。即係意思，就算今年出年都冇好嘅結果，大家咪最多等多2年，睇下會唔會換咗總統之後咧，到時先至有個另外一個新嘅景象。喺而家呢個時候咧，點解都唔簽咧？因為就算簽咗咧，以特朗普過往嘅戰績嚟講咧，佢都會反悔㗎。譬如佢同歐盟簽咗嗰啲協議咧，譬如對於汽車啊、嗰啲工業嗰啲，佢見到英國咧就唔肯即係俾軍用基地佢即係去攻打伊朗，佢話我又要加你關稅啦。即係一方面即係佢係隨時會反口嘅。第二咧，或者大家都覺得讓步咧，究竟有冇效咧？嗱，加拿大讓步過㗎。譬如我哋加拿大就係想收嗰啲數碼嘅服務嘅費用。咁特朗普話唔得，咁啊我哋咪縮沙咯。歐洲亦都係有讓步，但係大家都發覺，讓嗰步俾特朗普咧，其實冇乜用嘅，因為得唔翻相應嘅好處啊。咁所以喺個咁壞嘅處境之下咧，大家寧願冇協議，好過有壞嘅協議。明白。起碼個協議而家仍然繼續啊嚇，即係起碼特朗普冇推翻先，咁即係仍然都係受惠嘅。咁似乎呢個消息可能即係市場咪已經消化咗，好似個消息出嚟，大家好似反應唔係好大喎，個大市又唔係影響好大，甚至傳媒亦都好似唔係好大講，係咪大家都好似係接受咗咁樣啦？係，我諗大家會接受咗咧，即係寧願唔要一個壞嘅協議，即係冇協議之下咧，大家就拖落去啦。大家都希望咧，即係譬如美國喺譬如中期選舉啊，或者2年之後嘅總統大選之後咧，會帶嚟一啲新嘅轉機咯。咁而家即係協議，目前嚟講，即係對我哋比較受影響嘅就係喺呢個汽車工業啊，即係鋼啊、鋁呢啲問題，好似又幫唔到，定係話人哋話即係而家有一個協議，或者每年大家會坐低傾，大家有個平台，可能喺大家傾方面，可能仲會有幫助。你點睇呢樣嘢咧？係，咁呢個係本來咧就我都話貿易談判係互利噶嘛，即係雙贏嘅方案。但特朗普基本上嘅睇法就要佢贏晒，咁所以咧，譬如對於鋼啊、鋁啊，甚至係汽車工業嘅呢啲對，譬如安省特別重要咧。
就算我哋而家決定咗，或者有乜嘢嘅協議，或者我哋利用咧美國自己嘅商界咧係施加壓力咧，咁但係特朗普嚟講，佢總之佢要贏，咁所以咧就令到咧我哋都會覺得，既然喺呢個問題上咧係而家有個僵持嘅時間咧，不如譬如話4個月之後中期選舉，2年之後總統大選，不如拖埋咁耐啦，唔爭在咯。你咁覺得未來發展係點咧？而家每年去檢討啦，咁啊即係我哋可以點樣如何自處咧？即係加拿大亦都有傳聞話，會唔會美國突然間會單方面同墨西哥達成到自己兩國嘅協議，而將加拿大摒諸門外？有冇咁嘅可能咧？有可能，咁佢咪達成咯？但係我哋都話喺特朗普嘅往績嚟講啊，達成咗協議啊，到時佢唔滿意嗰陣時，佢係可以反口嘅，佢係會反口嘅。咁所以咧喺咁嘅情況之下咧，佢同墨西哥如果達成到，咪有呢個達成咯。佢係會用呢一招嘅，即係話咧，即係話我同墨西哥傾掂咗啦，就希望對加拿大俾更大嘅壓力。但加拿大認真嚟講個大嘅方向嚟講咧，就真係希望擺脫我哋嘅貿易完全依賴美國嘅出口市場咯。咁所以呢個係長遠嘅方針。喺目前嘅環境咧，咁啊大家拖落去咯，睇下有咩結果出現咯。因為咧，如果你而家同特朗普貿然簽一啲嘅協議咧，都唔會有啲咩好嘅條件俾到我哋嘅。就算咧明明對美國有利嘅，譬如我哋加拿大好清楚啦，我哋全資俾錢起嗰條哥啲坑 International Bridge， 喂，對美國一毫子都冇攞出嚟，全部係有利嘅，佢係唔開啊。咁所以咧喺特朗普嚟講咧，佢好多啲私人嘅利益啊，佢對佢嗰啲金主嘅回報啊等等咧，即係令到整件事咧就唔係一個純粹商業嘅決定咯。咁喺呢個咁嘅情況之下咧，不如你慢慢睇住咯。咁即係整體嚟講，你都即係認為目前嘅情況，大家維持現狀，每年檢討，可能對即係三國都比較合適喺呢個現階段嚟講，可唔可以咁講咧？係啱。OK， 好，時間關係啦，咁啊，多謝今日江 Sir 同我哋作出嘅分析，我哋再睇下會唔會有啲咩突破嘅發展啊，定係可能終係真係要拖幾年嚇？唔該晒你，有機會再傾偈 ，thank you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剛才咧係同時事評論員江大衛咧，同我哋探討下美國拒絕續簽加美墨協定對本國嘅影響嘅。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陣啦，稍後仲有其他環節，轉頭見。